好，今天呢，老师要带来的是素食的料理哈。不管是想吃素或者你正在吃素的观众朋友，仔细看一下，老师今天要带来这道很简单，但是呢又非常好吃的素食料理啊。我们赶快来看看薛老师带来的浓汤，对不对？是我们今天要帮大家示范的这个是我们的白花椰松露浓汤。哇，听到松露又觉得好像又是5星级料理了哈。好，老师，松露因为它，也算是菇类，对不对？对，它是一种菌类，是素的。那我们赶快来看看老师怎么做这一道呢？松露的白花椰菜浓汤。好，那我们今天准备的食材有我们的很顶级的黑松露。那黑松露呢，它本身含有12种氨基酸，有9种是人体必须的，所以它要称为是餐桌上的黑钻石。是没错，但是老师也不是每个人都有办法接受它的味道啊。是它本身有一股淡淡的瓦斯味。对，老师你这样子一讲，好可爱，淡淡瓦斯，我说不出来是啥味。因为我本身这个不勾芡我就使用像这个杏鲍菇等一下我们稍微煎一下，然后用果汁去搅打，那利用它本身的多糖体那产生这个粘稠状的一些口感。对，那我们这个杏鲍菇是简单先切片一下。其实白花椰菜、绿花椰菜都非常适合做浓汤哦。是都非常的好吃，但是就是比较搞刚啦哈。对，我们先把这个杏鲍菇都切好，然后另外的白花椰菜，就一样啊，把它切小节，先放旁边记得那个梗都不要丢掉，梗都可以，我们可以全株使用。对，然后我们就可以减少浪费。那我们先取一个锅子我先起小火，那加一点点我们的橄榄油或者是食用油，油也不用太多等一下，因为我们要加一些我们增加香气的那个白松露油。首先呢，我先把我们那个刚切好的杏鲍菇片稍微小火，先煸香哈。对，它这个稍微煸香过会有一个淡淡的香气。老师，这一道我一定要学起来，因为我觉得浓汤真的很好用就是说有时候早餐你要吃面包，光吃面包你会觉得很干嘛，对不对？是我煮来煮去最平常煮的可能就是玉米浓汤啦、南瓜浓汤啦，那我觉得如果可以再做这种不管是绿的、白的花椰菜的浓汤感觉好像餐桌变得很像餐厅了。是。我们这样小火慢煎，有闻到那个杏鲍菇它慢慢产出了香气。切记火都不要太大，要避免等一下做成浓汤，用果汁机搅打出来之后会黑黑一点的，比较不美观。再来是我们那个白花椰菜，刚刚切好的白花椰菜，炒一下。因为蔬菜有经微炒过之后它本身会有一些淡淡香甜的香气，你等一下做成浓汤加水去做搅打之后，它的味道都会残留在，全部都在那个汤里面。所以不要说直接水下去，然后把它煮滚就打成汤。也没有，这样太可惜了。因为本身杏鲍菇稍微煎香过，它那个香气，它有个人家说淡淡的杏仁香。对。其实食材都一样，它只是烹调的手法不同。那我们就可以加我们的水。因为我们现在都还没熟化嘛，那我们先把这些料都加下去之后呢，先把它煮滚。可以盖子吗？对，可以盖盖子。大概它焖煮个3-4分钟。不过如果绿椰跟白椰的话，好像喜欢吃绿椰的比较多老师。对，那因为绿花椰菜它做成浓汤如果你打或者是烹调太久时候，叶绿素它上市之后，它颜色就比较没那么美观。对。然后如果你在宴请客人来家里，当然是现煮但是我还是觉得以白花椰菜它本身看起来比较优雅一点。没错。那营养上面呢？
营养上面其实都差不多啦，都差不多，都是差不多。但我会喜欢这种白花椰这种，它所产生的淡淡的那种香气啊，而且白色就看起来很优雅，就是优雅。你做成汤就觉得啊，它好漂亮啊。对，好优雅。然后尤其搭配我们今天这个很珍贵的这个黑松露，这白上面，然后呢有一点点一颗一颗的这种亮晶晶的这个松露油哈，你就会觉得好像特别的加分了。是。好啊，我们这个大概煮了3、4分钟之后呢，我们就可以开盖。啊，因为其实它这个白花椰菜，我们一般在家里煮，它熟化也很快。对。那因为我们今天做浓汤哦，稍微小煮一下，我们就可以关火。等一下倒进去我们那个一般的果汁机里面，把它做搅打就可以了。好像要打到很细吗？对，因为我们要是浓汤嘛，那我们要让它的口感更丝滑一点，就是很顺这样子。对，让大家喝起来热汤它才会顺口。哎，不能有渣渣，对不对？是。好。那我们这个搅打好的这个白花椰菜呢，跟杏鲍菇呢，我们就倒回去锅子中哦。那我们再进行一点，稍微把它煮滚。哇，真的好细哦。对。这个也不用过滤，因为就是要吃它这些纤维，它可以促进我们肠胃蠕动。因为我们没有勾芡，就是使用那个杏鲍菇，它稍微煸过之后呢，包含它的香气啊，或者是可以增加这个浓汤的粘稠感，还有杏鲍菇的甜分，它都会在这个汤里面慢慢的散发出来。对了，其实比较高档的这个餐厅呢，在做这种所谓的比较法式、西式的浓汤的时候都不是加什么太白粉啦、玉米粉啦这些东西去勾芡的都是利用食材它本身它的特质所以为什么一个浓汤那么小杯呢？可能就要30块美金。真的啊，尤其再加上松露，那不得了哦！现在物价又这么高哦，就是因为它并没有用这些粉类去勾芡。是啊，我们这个浓汤只有做简单的调味，加一点盐巴，甚至我们糖都不用放，因为杏鲍菇本身有一些甜味。是。那白花椰菜它本身的清香味，它一直会释放出来。我们这个白花椰啊，还有我们杏鲍菇啊，一起果汁机搅拌过后的那个汤煮滚了。这么美味的料理呢，一定要找一个适合的这个器皿。其实这个真的很重要哦。然后我们另外一个很灵魂的重要，它这个是我们加的是我们那个白松露萃取的白松露油。哇，这个也是很时髦的啊！我们家也有一罐。这个白松露油，这个香气实在太棒了。这种白色食物可以润肺，都相当的好。OK， 好，今天老师带来的松露白花椰菜浓汤